周建志设计师长达10年的设计经验，最擅长美式简约、和洋风以及乡村风。今天的家温馨又浪漫哦。今天的这个家呢，我觉得可以满足很多梦幻的女生，应该会很喜欢这个风格，对不对？来，建志，我们讲一下好了，今天是属于什么样的设计风格？今天的风格呢是屋主选的一些比较欧式、法式的一些家具。那些家具它有一些欧风的一些线条比例哈，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布料可能有一点碎花的感觉，所以比较浪漫维多利亚的感觉。是，而且它有一些吊灯啊是水晶灯，而且它那个水晶灯是白色的一个材质的。好，那待会大家就可以应该大开眼界吼。那不过先问一下好了，这个比较特别的是说，屋主其实有非常特定喜好的家具，他都已经先买好了，对不对？是。然后给你看。是。哇，那你要跟着他这个家具，然后去打造他的这个家整个氛围。对，所以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屋主说，如果你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风格的一个设计啊，其实你可以先看家具。好，比如说先逛过家具店之后，你看到这个感觉你很喜欢，你告诉设计师。那我们就可以尽量用这样的一个你喜欢的一个风格来帮你去完成一个梦想。毕竟我们不是那么专业的人，很难跟你说我要什么风格。可是可以从这个喜好的家具啦，还有摆饰当中，设计师可以抓到你的蛛丝马迹跟喜好。对。这一次哦，我觉得玄关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一进来的地方呢，觉得非常贵气。建志用了比较多大量大理石的拼花，对，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这个空间大部分都是浅色系，配一些壁纸。那我们觉得说玄关可以来一个红色的感觉，那我们这边是用樱桃红配上黑云石，用黑云石来做一个框收边的一个线条，来带它整个一个玄关的一个质感。其实我觉得用深色大理石有一个好处，就是玄关常常要进出啦、拖鞋比较不容易脏掉，对，或是吃到重的颜色。对，最主要是一进门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比较稳重的感觉。那么接下来建志的收纳，那大家不在话下了。所以我也发现啊，这柜子呢都是做整片的。对，这边就放衣服，这边可以放个3、4件的外套。可是为什么做这么浅？因为其实它后面是一个厕所的管道间，那我们利用管道间到门中间的薄薄的这个距离，我们简单放一点外出的外套。那其他地方就是抽屉，像这个抽屉的形状比较特殊，是因为它旁边有一个管道间的一个深度，转角，对，转角处，然后这地方就是完全的一个深度，我们就做抽屉。其他地方就放鞋子。所以这个管道间在我们现在视觉上看起来就是切齐的，并没有特别突兀的感受。对，没有错。那这整个面拉直的时候，我们下面刻意镂空，打一点灯光，营造出就是玄关的一个氛围。然后再来就是它的下面，我们可以放一些常穿的鞋子，其实也不会占用到我们玄关的地板的空间。OK，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一进门关于屏风这边的这个造型。对，其实一进门我们就看到整个客厅的区域嘛。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是用这个黑铁烤漆的一个处理方式，然后后面加上夹纱的玻璃，整个合在一起做一个玄关的一个屏风。建志，你说这个是颜色选择只能选择像这样子的复古感觉吗？还是有别的颜色可以选择？是，这个材质是黑铁去烤漆的一个材质。那它本来是一个比较黑的一个底，那我们把它做红铜砂的处理之后，它就会有一点亮亮的感觉。倘若说你想要贵气一点，你可以把它烤成金色的，它会更亮。而且你做了一点喷砂，有点那种复古怀旧的感觉。对，这是刻意去处理的一个特殊的效果。哇，建志，这个沙发真的很漂亮，而且很抢眼呢。对，最主要就是屋主当初挑的这个家具的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有一个挑战啦。我觉得是挑战，就是当我的家具全部都挑好之后，而且这个家具它本身就这么抢眼，我觉得对你的设计来讲，老实说也会有蛮多的一些限制。对，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室内整个规划的设计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希望就是说，让它的家具能够跳出来，然后我们整个环境的搭配不用太复杂，就是说用简约的一些线条，然后有一点跟这样家具配合的风格的一些元素，点缀就可以。水晶灯也是屋主挑的吗？对，这也是屋主他最爱的一个家具灯饰。我觉得真的还蛮浪漫的，因为粉红色的水晶灯搭白色的这个缎贴。是。OK， 那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话，如果我让像你讲的家具角色凸显，那在电视墙上，难怪这次的设计就是比较简约式的了。对，其实我们觉得说，因为家具的这个区域会比较复杂，那我们电视主墙给它一个比较特殊的颜色。那用这个特殊颜色配上简约的一个电视、一个台面、一个柜子我觉得这样就够了。那比较复杂的，对，是好像香草冰淇淋，对不对？对，这个其实它是一个叫做珊瑚海滩的一个延伸的一个油漆。对 ，OK，淡淡
的，然后还蛮搭这个家具的。对，的确耶，电视主墙哦比较简洁素雅，它这个漂亮的家具的角色就跳出来了。不过我再问一个问题喽，那这个窗帘跟这个家具的花色是一套的吗？对，因为其实这个家具的花色跟家具早就挑好了。那我们在挑选这个窗帘的布料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去花一点时间。可以这么巧哦，找到这么漂亮、这么搭的窗帘纱。既然有这个布料可以做沙发，那它应该有布料可以类似的花色可以做窗帘。那我们就把这个窗帘找到，让它整个家具的布料跟窗帘是花色是一致的。我真的觉得你个这么大，真的还蛮细心的，因为它真的是后面才来找这个窗帘的布料，但是可以找到跟沙发是一致性，然后这么协调，我觉得不容易。我想到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建制对这个客厅背墙的一些想法好了。其实我想客厅还是要给它一个视觉的焦点，那这个视觉的焦点我们呈现在沙发的后面，因为既然它的家具是一个这个整个房子的重心，那我们在这个后面就简单的弄个线条。千羽你可以看，我们这边弄一个线条，对不对？那这个线板的中间的壁纸其实也不会太抢眼，所以这样搭配起来，你不会觉得说，好像沙发背墙的壁纸太花或太过于凸显，然后把这个家具的一个质感这个就带走了。OK， 但是它还是隐隐约约，我可以看到有花的这个牡丹花的图腾哦，是隐隐约约的，所以它跟整个家具的花色的系列还是互相呼应的。对。哇，现在我看到这个墙面本身也很有设计美感呢。对，其实这边是一个造型墙。那为什么这边做造型墙？因为其实后面有一个厕所。哦，这后面有一个厕所。对，那我们造型墙的处理就是想说用格子状的感觉，就是把厕所的门这个用这个造型这个就是掩盖掉。所以它是个虽然白色的墙面，可是它有这个格子状的这个木作吧，烤漆。对，所以会让我觉得这个墙面蛮有层次感的。对，那最主要这个格子状哈，也顺便带到就厕所里面，我们用很多的马赛克的一个处理的方式，一格一格的。门在哪？门在这边，门在这边。门在这边哦。但其实这个房子之前呢，我们接手的时候，它是一个那个毛坯屋。对，那毛坯屋它整个房子都是空的，然后墙壁都是水泥色，地板呢都是空的。哦，都是空的。然后这边也没有隔间，也没有厕所。这是所以这是建制帮他们做出来的，对不对？对对。那我们这边做出来之后，我们做个造型墙，让你在客厅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说有个厕所门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吗？这个厕所啊，好浪漫哦，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是很漂亮，然后小碎花，然后是粉色系的玻璃马赛克。对。哦，这个厕所真的很棒哎。对，这个马赛克哦，就是有绿色的，有紫色的，淡淡粉紫色。对，粉紫。那这样搭配起来，其实它的效果还不错。对呀，你刚刚有说过，因为它家具本身就已经很抢眼了，所以你不会用太复杂颜色去包它。对。可是呢，厕所进来就没有家具抢它的风采啦。对。所以你就用了很多漂亮，然后很精致，然后很让女生喜欢的玻璃马赛克。那这个马赛克里面有一些材质像有这种小花，或者是有一些像自然的元素，会让这个厕所会比较有一些自然的风格存在。哇哦，这个也蛮欧风的，这个厨房还有一些家饰，然后还有餐厅。对，这个区域其实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加上它的一个餐桌。这些都他已经先挑好的家具了吗？对，特别是餐桌，它这个圆弧的一个造型哦，是原来屋主就挑好的，而且它这个白色的椅子配上它这样的一个坐垫哦，也都事前都已经挑好的一个 OK， 那接着我们看到像它的水晶灯啦，或它的壁灯啦，甚至这边有一个很可爱的双片钟，这个也都是事先挑好的。对，所以当我们要营造这样比较欧风，而且比较简约浪漫的一个风格哦，其实家具跟饰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假设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的时钟挑的风格不太对位，其实也会破坏那个空间的那个质感。那你怎么发挥你的这个创意呢？跟设计的美感来搭配这些家具？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吊灯的灯光毕竟不足，当客人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周边补了一个间接照明。那这个间接照明可以让我们的空间有更多的光源。那再来这个间接照明，我们也补了一点线板。线板。对，所以当我们在营造这个风格的时候，就基本的一些线条元素很重要。举例来说，像我们这边做一个造型墙，那我们造型墙不用很复杂，其实只要在周边做一个线板的一个框，烤漆的处理。那你可以看到，我们挑了一个壁纸来做搭配，这个壁纸的一个比较淡红的一种颜色跟玄关的地砖，还有跟红大理石，对，跟我们的这个椅子的一个坐垫的颜色，还有沙发的颜色，其实都会有点呼应，互相呼应，对。那空间也不会觉得太白，而且也可以有一些
主题的元素，因为这个墙壁从客厅走过来就会看到。当然喽，这个餐厅呢跟厨房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开放式的空间，所以在这边可能用了一个蛮精致简约的这个中岛吧台，就把对，其实这个中岛吧台啊，我比较简单的做，就是台面我们用这个新奥罗拉的大理石，那周边呢还是不可或缺，要弄一点线条，因为这个线条就会让这个吧台不会像一般我们外面那种比较现代感或科技感的吧台，就是它让这个吧台就是它有一点浪漫的元素在里面，融入这个风格里面。是。那因为它是开放式的空间呢，所以我觉得在厨具面板上你还蛮细心的耶。这个地方因为建设公司它原来是毛坯屋，没有给我们厨具，什么都没有。对，所以我在做这个厨具搭配挑选也很重要。其实我们在做这种门片厨具门片的选择，就是用它有一点线板、有点古典元素的一个板子，搭上那个复古的那个把手。那像这样的一个厨具，其实在美式风格啦，或者是美式古典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其实都可以搭配，乡村风也是可以的。那放在今天这个比较欧风、比较浪漫当中呢，它其实呢也很 match， 对不对？接着这个房间算是谁来使用的？这是一个客房的空间，还有长辈来可以睡的地方。哇，连客房的空间都可以营造的这么有这种欧洲浪漫风，我以为就是可能外面大家公共区看得到地方很认真营造，可是连这个空间都这么的符合外面的元素。对，其实这个床也是屋主他也是先看好他喜欢的一个床组哦。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床板，它有一些线条，还有一些元素在里面哦。那我们在做搭配的时候，其实有想过说是不是背墙用壁纸，或者是用油漆。那这地方我们挑了一个也是一个欧洲的一个款式的壁纸。那这样的一个元素在里面，你看它也是有点红色的感觉。那这张壁纸它其实即便长辈来睡，其实也还可以很符合那个长辈需求，他们应该喜欢比较花的颜色，比较喜气的颜色，对不对？好了，那这个讲到整个居家气氛的营造已经很成功了。那收纳呢？收纳当然不能少了，你最强项了。那因为房间不大，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衣柜啊，就是用拉门的方式来做处理。那这个拉门式的衣柜也可以让我们的走道就是比较不会有一个压迫感因为可以比较省空间。那最主要是在这个衣柜的侧边跟这个墙壁这中间呢，有一个建商留给我们的一个洞。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一样把它作为一个收纳空间的运用，它其实就可以藏，比如说棉被啦，或者是一些杂物的地方。要不然这个空间一般如果没有设计师的帮忙的话，可能就浪费掉了，对不对？对。真的很像王子呢跟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这个主卧室这家具也是先选好了哈。对，其实这个床组很特别它其实有很特殊的一个床头的一个造型板子，有这些线条，所以当我们在家具搭配在整个室内装潢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就是说把它整个的灯光还有油漆的颜色还有窗帘还有壁纸的搭配把它营造出来就可以了。所以你在它的床头就没有再做太复杂的一些室内设计的 idea 放上去了。对，最主要就是说这个床头板我们简单用一个线条的处理。你看这边有个模型的一个框的一个处理方式。那在这里面用这样一个淡粉色系，你要仔细看它有点粉的感觉。这是比较新的一个欧式的一个壁纸。那这样混搭起来，其实它不会太怎么讲，就是不会太复杂，也不会强调家具的风采啦。对。OK， 当然了，这个墙的后方听说就是更衣室嘛，对，来，我们带大家进去看一下。哇哦，好多收纳空间的一个更衣室哦。对，这个更衣空间呢，它其实还不错，它有采光，自然的采光。然后再来我们在分配那个收纳的时候啊，就是尽量就是有些抽屉它是密闭式的，有些是透空式的，你可以一眼就看进去里面放什么东西。有深有浅，对不对？对。那这边比较浅的收纳，我们可以放一些瓶瓶罐罐的，这样做一个分类。好，那当初我知道，因为它这个地方是毛坯屋嘛，所以整个空间的位置啊，还有机能性的一些规划都是建制一手包办的，对不对？所以当初你就看好是要让它更衣室是可以透气的。对，像这边通风的话，它连贯到后面的厕所，其实它都会比较有通风的效果，会比较好。然后动线也是方便的嘛，哈。这厕所还不错耶，可以泡澡啊，可以shower。这边设计重点有什么要分享给大家的？好，因为其实厕所的一个空间不是很大，那我们还是有规划，就是一个淋浴区跟一个泡澡的区域。那在尺寸的选择上面，我们就让它走
灰色调，就是它这个感觉它比较有一点复古的感觉。那最主要它这个地砖也比较纸滑啦，纸滑的效果是。我想哦，在这边我发现一个点呢，为什么它有2个排水口啊？是因为呢，我们真正的消油的地方在那个地方，那下面一定有一个排水。那因为原来建设公司给我们的排水位置并不是在那个地方。那当我们做一个位移的时候，刚好在这边有个转接点。那我们就很怕说，在这个转接点以后会有阻塞的问题。那干脆我们这边做一个排水，就双排水的一个设计。将来维修可能也会比较方便。对，万一我那边淋浴的水到这边来的时候，它万一阻塞，我还可以拿起来做一个清理的动作。所以这个从毛坯屋呢到现在各位所看到的呢，都是他们建制一手规划设计而成的。其实这空间真的还蛮舒适的，越来越跳痛哦，你的风格越来也越多变喽。好，那我们就非常期待下次看到另外一个样子的作品，好不好？谢谢建制，谢谢云。哇哦，各位，你现在看到的绝对不是童话故事的场景，而是浪漫的维多利亚风格，利用简单的线条凸显出屋主精挑细选的家具。置身于这间房子当中，仿佛让人又想谈起恋爱来哦。